写的是心底呢喃，不能收到它。天有点冷，风有点大，城市宁静而喧哗。这一个冬天，我得一个人走回家。问自己习惯了吗？没有你，每到夜里会失眠的好大。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让寂寞变天花？你最近还好吗？是不是也在思念里挣扎？你说会记得，我还记得吗？你最近还好吗？忙碌吗？累吗？心还会痛吗？如果见不得，遗忘了我，快向快乐出发。有再多的牵挂都已没有权利表达，旧情人给的问候比陌生人还尴尬。昨天远了，明天还长，回忆模糊但巨大。这样的深夜，眼泪要怎样不流下？问自己习惯了吗？好，增持200蘇又同大家見面啦嚇，咁啊，今日咧個市況咧都係相當陷喺一個相當嘅悶局嚇，冇乜特別嘅突破嘅嚇。好啦，或者我哋先睇睇內地 A 股嘅表現如何先嚇。上海 A 股咧係跌咗10點嘅，而家最新係3525點嘅。咁啊，深圳 A 股就跌咗7點，而家最新咧就係1064點嘅。好啦，咁啊，上海 A 股嘅跌幅今日收翻窄啲啦，咁啊，先睇翻美股先嚟。琴日美股咧其實個表現都係相當反覆㗎，咁啊幅度上落都唔係太大㗎。咁我哋而家睇睇最新嘅美股表現啦。道瓊斯嗰邊咧就跌咗12點嘅，而家最新係12390點嘅。而納斯達克係反轉嚟升嘅喎，就升咗22點嘅，就2503點。好啦，咁啊美股 A 股嘅表現係咁啦，咁啊港股嘅表現如何咧？嗱，而家睇最新嘅表現啦。港股而家跌翻3點啊嚇，可想而知嗰個上落幅度係幾窄啦嚇。而家係24,120點嘅。好啦，咁啊翻嚟咧，跟住咧我哋繼續同阿曾教授咧傾下近期嘅市況嚇。咁啊特別咧係想同佢傾下咧，就係最近咧我哋見到啊伯南克咧嚇聯儲局個局長啊伯南克咧好高調咁樣嚇，將嗰個利率咧攞出嚟傾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咧，以前係比較少嘅，就好似咧就預告住咧嚟緊美國嘅利率嘅政策咧，可能有一個大嘅轉向喎嚇。咁啊，曾教授嚇，咁啊嗱。伯南克講利率都 OK 嘅，不過就好少講美元講油價㗎嚇，但係近期佢都攞出嚟講，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咧？基本上就係吹下風啦，咁啊出下口術啦，因為佢都唔希望見到美元嗰個弱勢不停嗰個發展落去，咁同時佢又唔希望見到美國個通脹越嚟越嚴重啊。咁佢出嚟講呢啲嘢，基本上就有支撐美元嘅作用，所以佢一講完之後，美元即刻升嘛，反彈。咁另外一方面咧，就聯邦儲備局同過去都有改變啦。以前好多人就好中意喺度估聯邦儲備局開會咧個結果，而家唔使估嘅，而家差唔多次開會個結果咧，未開會早就知道嘅啦，即係。因為佢一早就放咗風出嚟，周圍吹風，即係我哋講話出口術啦，係啦，俾人好多嘅嗰個各種各樣個暗示啦，佢呢次點解講通脹啦？因為基本上就係要想向市場暗示咧，今個月嗰個開會咧，應該就唔會再減息㗎啦，
因為大家都明白嗰個通脹如果嚴重嘅話，冇理由再減息嘅。會唔會即係顯示咗嚟緊美國嗰個利率政策會有一個幾大嘅轉變咧？係啦，就係由過去咁個減息咧，就會變成嗰個觀望，就會變成一個唔減息啊。咁之後咧就可能會變成加息啊，但係幾時加息，當然而家仲係言之過早啦。係。咁嗱，我哋見到近期美元又反彈啦，油價咧又下跌啦，咁相對嚟講，會唔會對環球嘅股市有幫助咧？有少少幫助，但係基本上都係一個中性多啲。因為股市咧會覺得情況應該就冇咁嚴重啦，唔需要再減息，因為唔再減息表示美國經濟衰退嗰個嚴重性係減低咗啦。但係咧冇再減息，市場又會走向另外一個角度去睇話，會唔會加息啊？因為加息又會打擊股市嘛。所以呢兩方面嗰個一正一負嘅呢個對沖之後咧，就變成一個中性啦。但係美元嘅反彈咧，就會對呢個 yen 嚟講咧，就變成 yen 就會下跌啦。咁 yen 下跌咧，就會令到日本嘅出口會好啲啦。所以美元嘅反彈會令到日本股市做好啲。喺日本股市做好咧，對亞太區嘅股市都有正面嘅影響嚟嘅。不過其實整體嚟講，我哋留意到咧，最近嘅整體個股市咧都係可以講叫10個牛皮9個淡咁通常10個牛皮咧，啲人就睇淡㗎啦。咁亦都好奇怪啊！通常喺呢咁嘅牛皮市咧，散戶好容易輸錢㗎喎，係咪咧？係啊，因為會上上落落咁左一巴右一巴咁樣，根本就無所適從。你一睇到升，咁你就貪心住走去追，一追佢又跌落嚟。跌落嚟你又驚，你又沽咗佢又使升上去。所以好多散戶咧就根本冇辦法喺呢個時候咧好正確嘅掌握呢個市嘅，因為特別係你睇好似琴日咁個市，琴日一日嚟變升兩次跌兩次，咁一日嚟變可以升兩次跌兩次，咁根本就好似去澳門賭錢冇咩分別㗎啦。但係大戶通常喺呢啲咁樣牛皮市，佢哋嘅部署又點咧？大戶咧其實點解可以升兩次跌兩次，就係大戶做出嚟㗎嘛。因為你市一淡，咁就大家就好多就撤退啦，所以成交少，大戶攞少少錢出嚟就可以將佢冇高冇低嘛。所以大戶就變成咧，你有你玩，我有我玩。大戶玩咩？大戶玩期指嘛。喺期指呢方面嘅呢個買賣因為喺嗰個大市嗰邊，大戶自己又賺唔到錢，特別係嗰啲基金佢冇辦法推高。散戶都唔落搭啦。散戶唔跟嘛，散戶唔跟，咁佢咪希望喺期指方面賺啲錢咯。如果唔係，佢點向嗰個基金嘅個持有人交代咧？咦，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會唔會散戶都係喺呢啲市況適宜比較觀望嘅態度多啲咧？觀望會好啲，其實大部分散戶都開始觀望㗎。我哋可以睇到成交都跌咗落嚟啦。特別喺嗰個市淡嘅時候咧，嗰個每一次升就慢慢升，跌咧跌得好快嘅。因為呢啲係人嘅本性嚟嘅，人恐懼嘅心咧係大過嗰個樂觀嘅心嘅。大部分嘅人一遇到風吹草動咧就一驚，驚一就你走我走，咪互相踐踏，咁就跌得好快。樂觀嘅消息咧，佢都係觀望下，所以唔會即刻去追嘅。特別喺熊市嘅時候。即係正如你頭先咁講，就係有一個樂觀嘅氣氛，可能要好多時間去營造。係啦。但係調翻轉一跌落去咧，睇淡就好快。係好快，係啦。好啊，咁我哋講到呢度先嚇，咁跟住嚟緊咧就係鴻福堂嘅自家生活1分鐘。